人間充滿真真假假，有真必有假，就好似假藥、假貨、假新聞咁。但係有假必有真，神亦都係一樣，有真神亦都有假神。假神嘅種類不計其數，希臘神話當中有太陽神、雷神、海神等。中國人嘅迷信傳統亦都係滿天神佛。非洲人相信山神、樹神、石神、海神等等。但係真神只有一位，就好似父親只有一位一樣。假神係死嘅，真神係活嘅。假神係人想象出嚟嘅，係人手所做嘅。但係真神係自有永有，係萬物同生命嘅創造者。人做出假神，但係真神卻創造人、愛人，並且為人有最美好嘅計劃同埋預備，就係使人藉着耶穌基督嘅救贖而得着永遠嘅生命同埋盼望。今日只要你認罪悔改，接受耶穌為救主，就可以白白得救，藉此歸回真神嘅懷抱。